大家好，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頭療。咁究竟頭療好唔好？有啲乜嘢注意事項？又或者佢對白髮脫髮有冇幫助呢？因為咧近排好多客人咧都會問我頭療好唔好，所以咧一次過想喺呢度答大家。咁喺中醫嘅角度咧，頭為諸陽之會，意思就係話頭係人體陽氣最旺盛嘅地方。咁係因為咧，人體12經絡6條嘅陽經都係往我哋嘅頭部而循行嘅，咁所以頭療對於頭部嘅經絡陽氣嘅疏通係會有幫助，但係有幾點要大家注意。第一點，坊間咧如果咧用一啲煲好嘅中藥洗髮或者沖水咧，其實可以加強效果㗎。咁通常咧會有首烏啦、茶膚粉啦，即係我哋講嘅茶籽粉、桑葚啦、執拍葉、無患子等等嘅中藥。第二，如果你係屬於虛寒嘅體質，平時咧比較怕凍啦，個頭又怕吹風，亦都係容易感冒嘅話咧，可以咧建議加入一啲嘅薑泥啊。有一啲嘅商店咧，其實佢會用薑膏嘅。咁其實個人咧就認為前者比較好，但係要注意喎，如果咧我哋頭部感覺到太辛辣嘅話咧，就要停啦。正常咧係會有一種暖暖熱熱嘅感覺，又或者一種散寒嘅感覺。第三樣就係咧面部如果成日都係有鮮紅色嘅暗瘡，又或者好容易生頭瘡、容易喉嚨痛嘅人，其實咧就唔建議大家做頭療，尤其是咧係用薑泥嗰一種。第四，喺頭療過程裡面，如果有一啲咧係會有一個叫做頭部撥筋嘅話咧，咁就非常好啦，因為咧可以喺疏通經絡嘅同時咧，亦都會將一啲頭部嘅結節可以疏通。第五個，有部分客人咧，有時咧都會不上幾日㗎，亦都有客同我講咧，問我可唔可以日日做頭療喎？咁呢個咧，其實我係絕對唔建議嘅，因為冇必要性同埋個刺激性實在太大啦。第六樣，頭療究竟對白髮脫髮有冇幫助呢？理論上係有嘅。如果大家想知多啲，可以睇返 EP61集脫髮白髮自救法。曾經咧，我有一個客人好忙，平時咧好多思慮，而且咧氣血亦都唔足夠，出現咗脫髮嘅問題。因為太忙，佢亦都冇北上，所以咧佢就揀咗喺香港做頭療。翻嚟咧仲話好咗添，我笑笑口同佢講1個鐘頭嘅頭療，撩埋呢個肩頸按摩，而且客人咧亦都係瞓着咗，完全係一個好好嘅休息。其實休息就係養血，氣血通暢，血足夠，其實脫髮當然梗係會少咗啦。第7樣，頭療出面其實有好多種，價錢咧亦都唔一樣。如果大家本身冇乜大嘅問題，又想試下頭療休息一下嘅話，其實最普通嗰一種就已經可以啦。咁希望呢集可以幫到大家，拜拜。鍾意呢段片嘅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。如果有咩 topic 大家想聽，歡迎留言俾我。中醫或者身心靈嘅角度都冇問題，最緊要記得撳埋個叮叮鐘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段片啦。